情。你話澳門嗰啲霓虹燈靚到晒嚇，啲地場起到好似天上宮殿咁，你以為真係用嚟等你發財嘅咩？我做咗幾十年生意事情，見過嘅鬥客何止10萬8萬，有錢佬有，窮等使有，聰明絕頂嘅教授有，大字唔識一個嘅老見都有。但係我睇嚟睇去事情，佢哋入到嗰度金光閃閃嘅大門嗰陣，個個嘅眼神都係一樣嘅，閃住一種叫今次一定得嘅光。呢種光我睇咗幾十年嘅事情，睇到都有啲心淡，因為我知呢啲光好快就會熄。你有冇諗過點解啲大理石咁靚，水晶燈咁通透，地毯踩落去咁鬆軟？事情呢啲嘢唔係天上跌落嚟嘅，每一蚊都係精打細算計翻嚟嘅成本。呢個世界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話俾你聽，情呢啲金碧輝煌嘅背後，其實每一仙一瓦都係無數堆圖嘅唔甘心同埋眼淚砌翻嚟嘅。你哋覺得贏咗嗰陣好風光嘅事情，其實你哋輸落去嘅每一蚊都變咗天花板嗰盞水晶燈上面嘅一粒鑽石。有後生仔問過我，何生，你開咗咁多間道場，點解你自己從來唔賭？呢個問題我答過好多次，但我今日再同你哋講清楚，因為我係生意人，唔係賭徒。生意人睇嘅係管理，係數據，係機率；賭徒睇嘅係手風，係感覺，係運氣。運氣呢樣嘢虛無勇咋，今日嚟聽日走。事情今日俾你贏翻嗰幾嚿水，聽日走人嗰陣，梗係唔記得同你講聲拜拜。但係數學唔同，數學係鐵定嘅嘢，佢唔會呃你情，亦都唔會可憐你。你以為刀場入面嘅遊戲規則係隨隨便便掟出嚟㗎？錯晒。由百家樂嘅莊閒對碰到大細嘅單雙點數情，每一種玩法背後都係成班精算師拎住計數機，拎住幾十年嘅數據，一鋪一鋪計到氹氹轉先至定案。你以為你識睇路事情，你以為你摸到啲規律，其實你摸到嘅人哋幾十年前已經計晒俾你聽。咁大數法則係乜嘢嚟？事情我用個最簡單嘅比喻同你講，你去街市買雞蛋，一打12隻，間唔中有隻爛咗，你話衰運。但如果你買1萬打，你會發現事情爛蛋嘅比例永遠都會企喺一個固定嘅數字度，唔多唔少。呢個就係大數法則，樣本數愈大，結果就愈接近個真實嘅概率。地場嘅每一種遊戲，莊家嘅優勢可能得返1個巴仙、2個巴仙，睇落去微不足道。你玩10鋪、8鋪，可能你贏緊嘅事情，你隨時執到件嘢。但係你坐喺張台度，由朝玩到晚，由今日玩到聽日，由呢個月玩到落個月，1萬鋪、10萬鋪落去，事情個結果一定會無限咁貼近兜場預設嗰個數。你唔係同運氣搏，你係同一套幾十年冇輸過嘅數學公式對鬥。你話你有幾大勝算？情我見過好多聰明絕頂嘅人，自以為執到寶，以為自己諗出咗一套必勝嘅打法，興沖沖走入去，諗住割禾青，贏夠就走嘅事情，唔貪心。呢個諗法聽落去好精明，係咪？但係你可知道，由你踏入道場個道門口嗰一刻開始嘅事情，你已經行入咗一個度身訂造嘅迷宮。個迷宮入面嘅每一盞燈、每一種聲音、每一杯免費送嘅香檳事情，全部都係為咗一個目的，等你留耐啲，等你玩多2鋪。你以為你係主角，操控住場面事情，
其實你只不過係人哋盤數入面嘅一個變數，一個早就計算好咗嘅樣本。我後生嗰陣喺呢行打滾，見盡人生百態。有啲人一鋪清袋，面不改容，轉頭又攞多幾嚿落去，話要追翻本。呢種心態我最明白，亦都最惋惜。輸咗錢嗰陣嘅事情，你嘅腦袋唔會諗緊呢個係機率問題，你淨係諗緊我啱先咁行運，而家點會唔翻生？你唔知道嘅係呢種諗法嘅事情，正正就係大數法則玩緊你嘅第一步。你以為自己嘅運氣同上一鋪有關聯，其實每一鋪骰仔揼落去，每一鋪牌開出嚟，都係獨立事件，同你上一鋪贏定輸一毫子關係都冇。但係人嘅心理就係咁，總以為衰極都有個譜，總以為輸得耐就快到贏嘅時候。呢種思維陷阱叫做刀途鳩誤。我睇住幾十年，唔知拖冧咗幾多個原本幾叻嘅生意人。你話事情咁點解兜場唔驚你贏錢？其實道理好簡單，你贏一鋪贏兩鋪，對兜場嚟講九牛一毛，唔痛唔癟。兜場真正驚嘅情唔係你贏幾多，而係你贏完之後即刻抽身離場，唔再落場。因為只要你重新坐翻落張台，大數法則呢條鐵律事情就會慢慢咁將你贏翻嚟嘅嗰啲連本帶利，逐少攞翻晒轉頭。呢個世界最恐怖嘅嘢唔係你輸嘅情，係你唔知自己贏極都好，遲早都會全部刀中出嚟。所以我常同嗰啲後生講，做人做生意最緊要嘅係管理，唔係刀運氣事情。運氣呢樣嘢，你信佢，佢就會拋棄你；你唔信佢，靠數據、靠邏輯、靠紀律去做決定，你先至有得長做長有。呢個道理嘅事情，唔淨止喺鬥場即用，喺你哋做人做生意、投資買樓，樣樣嘢都通用。呢一集我哋淨係拆解咗金光閃閃嘅陷阱同埋大數法則呢條仙咒嘅表面，真正恐怖嘅嘢仲喺後頭。你有冇諗過嘅事情？點解啲 D 場入面成間房都冇鐘冇槍？點解嗰啲燈光由入場嗰刻開始就慢慢咁將你嘅時間咁偷走？事情想知道地場入面嗰段消失咗嘅時間係點樣一步一步燃食緊你嘅理智同判斷力？即刻撳個掣訂閱我。下一段我話俾你聽，呢個迷宮入面最陰功、最鬼斧神工嘅設計究竟係咩一回事？你入到道場有冇留意過成間場係冇槍冇鐘㗎？第一事情，你話得閒去邊間酒店、邊間商場，梗係有槍有鐘。等你知道而家幾點，知道出面天光定天黑。但你去道場嘅事情，由踏入嗰道門開始，你就好似跌咗入另一個世界咁，四圍望晒，揾唔到一隻鐘，揾唔到一扇槍。你話係咪巧合？我話俾你聽嘅事情，呢個世界邊有咁多巧合？呢種設計係度身訂造，經過幾十年心理學研究先至砌出嚟嘅一套時空迷魂陣。刀場要嘅事情係一個真空時空，喺呢個真空入面冇日夜之分，冇朝早晏晝之別，你完全忘記咗出面個世界仲喺度運轉緊嘅事情。你老婆喺屋企等緊你翻去食晚飯，你個仔聽日要交功課要你簽名，呢啲事全部都同你隔絕晒。仲有，你有冇留意過嘅事情？啲吊場入面嘅空氣聞落去總係有陣特別嘅味道，有時清新到有啲不真實，有時又帶住陣淡淡嘅甜香。呢啲唔係你心理作用嚟，係人哋真金白銀請人調校翻嚟嘅。
氧氣濃度、溫度、濕度、香薰比例，全部經過精密計算，務求令你精神爽利，唔覺攰。事情可以坐耐啲，留耐啲。你話呢啲叫服務周到，我話呢啲叫溫柔嘅陷阱。喺呢種環境入面泡耐咗，事情你嘅中科神經會一直處於高度興奮狀態，好似煲緊一煲湯咁，慢慢滾，慢慢滾，滾到你嗰種理智慢慢咁退居二線。事情任由本能同衝動去話事。你話你頭腦清醒，我話你嗰種清醒喺呢個特製嘅時空入面根本冇立足之地。情你以為自己企定㗎，其實你早就企唔穩。但你知唔知呢啲仲唔係最恐怖嘅嘢？最恐怖嘅唔係你輸錢贏，係差啲贏錢嗰種感覺。心理學上面有個詞叫近乎勝利效應，英文係 near miss effect。情你去買大細，你買大眼定定望住個骰盅打開，結果開出嚟嘅點數同你買嗰邊得差一兩點，你話咁都算輸，係咪？事情，但係你嗰下心跳嘅感覺同真係贏咗嗰陣係差唔多㗎。你個大腦嗰陣分泌出嚟嘅多巴胺，同你真正攞到彩數嗰種快感，事情幾乎冇乜分別。你話奇唔奇怪？明明係輸，你個腦淨係話俾你聽，爭少少，爭少少就得。呢種錯覺好似有隻無形嘅手，事情喺你耳邊細細聲講，唔緊要，再嚟多鋪，下鋪一定得。於是你又落多注，又望多次，又輸多鋪，個循環情就係咁樣一鋪扣一鋪咁繼續落去。你以為自己好接近成功，其實你只不過係踩緊人哋設計好嘅陷阱嘅邊緣，團團轉。我後生嗰陣睇過好多研究報告，啲外國學者做過實驗，擺兩班人喺老虎機前面，一班俾佢哋贏，一班俾佢哋差啲贏。事情你估邊班人玩得耐啲？梗係差啲贏嗰班，佢哋按掣嘅次數遠遠多過真正贏開嗰班。你話呢個係咪反常識？但事實就係咁。事情人嘅大腦中意追嗰種就嚟得手嘅感覺，多過真正嘅結果。呢個設計唔係碰彩碰出嚟，係精心計算過。事情要你嘅本能不斷驅使你落多次注，直到你都唔知自己坐咗幾耐，落咗幾多注為止。講到呢度，我要同你哋講多樣嘢。籌碼事情，你有冇諗過點解場入面唔直接俾你用現金落注，一定要換成籌碼先？你話方便計數，呢個講法太表面，真正嘅原因情係要你去人格化你嘅金錢。你諗下，你捐咗1000蚊出嚟擺喺度嗰陣嘅感覺係咪好肉赤？你摸住嗰沓牙票，事情你知道嗰係你返工幾多日先掹返嚟嘅血汗錢。但係當你將呢1000蚊換成幾粒5顏6色好似玩具咁嘅塑膠圓片嘅事情，你嗰種真實嘅金錢感即刻就變咗質。你輸咗一粒籌碼，同你直接輸咗1000蚊現金，喺你心入面嗰種痛楚程度係完全唔同㗎。籌碼呢樣嘢唔止方便計數咁簡單，佢係一種心理麻醉劑，將你對金錢嘅痛感一格一格咁降低。你估點解嗰啲道場成日整到啲籌碼花花綠綠好靚仔咁？就係要你潛意識入面將呢啲嘢當成遊戲道具，唔當佢係真金白銀。你落注嗰陣心唔會跳，手唔會震，腦唔會亂，你以為自己好淡定，其實你只不過係中咗去人格化消費呢招而已。呢種心理設計同你去主題公園玩機動遊戲用代幣一樣，你玩得起勁，
唔會諗起你手上嗰啲代幣其實用幾多錢買翻嚟嘅事情。咁樣一路落去，你就會跌入一個又一個嘅循環，差啲贏換籌碼，冇槍冇鐘嘅時空，精心調校嘅空氣，呢幾樣嘢加埋一齊，就好似一個天羅地網咁，將你嘅理智一格一格咁蠶食，直到有一日你先發現你袋入面份糧都輸埋落去，你先如夢初醒事情。問自己一句：我點解會落到咁嘅田地？我做生意幾十年，見過太多呢啲場面。有啲人本身叻到絕，做生意做到風生水起情，但係一入到呢個心理迷宮，個個都變咗差唔多。你話係佢哋蠢？唔係，係設計本身太過精密。你以為你係人喺度掌控住場面，其實你早就變咗人哋盤數入面一隻棋子，任人擺布。我今日唔係想嚇你哋，亦唔係話所有人一入嚟鬥場就會變成咁情。我淨係想話俾你哋知，呢個世界嘅陷阱好多時唔係明刀明槍嘅情，而係藏喺你意想唔到嘅細節入面。一盞燈、一陣香、一粒籌碼，睇落去微不足道，但砌埋一齊，威力大到你想象唔到事情。你哋入面有冇試過坐喺個賭桌前面，輸到懷疑人生？或者你身邊有冇朋友，有冇親戚輸到面青口唇白，甚至輸到癲咗咁嘅事情？見親賭場個名就眼火爆。我想聽下你哋嘅故事，你哋落嚟留言度講俾我知，你見過嘅、經歷過嘅呢啲真人真事嘅事情，遠比我講嘅道理更加震撼人心。我哋一齊喺留言度拆解下呢啲藏喺霓虹燈背後嘅心理魔術，睇下呢個迷宮事情究竟還有幾多我哋未睇穿嘅機關。好多後生仔成日話，人生本來就係一場博弈，既然係博，不如索性入去刀場度搏一鋪事情，搏個翻身。你話係咪咁？我聽到呢種講法，心入面總係會攬翻口氣。我要話俾你哋知，呢個諗法大錯特錯事情。人生確實係一場博弈，呢一點我認同。你要搏你讀邊科書，揀邊行入，同邊個共度餘生，樣樣嘢都有風險，樣樣嘢都要落決定事情。但係聰明人同賭徒之間有一條好清晰嘅分界線，你哋知唔知分界線喺邊？聰明人搏嘅嗰場，佢會盡一切辦法提高自己嘅勝算，佢會去讀書、去學嘢、去請教高人、去累積經驗同知識，將個機率一步一步咁推高，推到自己嗰邊嘅事情。地圖博嘅嗰場就唔同，佢乜嘢都唔做，淨係將一切交託俾一樣嘢，運氣。運氣呢樣嘢，我後生嗰陣已經睇透晒事情，佢係全世界最靠唔住嘅嘢。運氣今日可以將你捧到上天，俾你風光一鋪，聽日就可以毫不留情咁將你推落萬丈深林事情。你信運氣，同你將自己嘅身家性命交俾一個素未謀面嘅陌生人去話事，冇分別嘅事情。我想同你哋講一個更加深層次嘅道理，真正嘅富足係靠創造價值嚟嘅，唔係靠財富轉移。呢句話你哋要記住事情。咩叫創造價值？你起一間工廠，請班工人翻嚟做嘢，生產出嚟嘅產品令到社會多咗一樣有用嘅嘢，呢個就係創造價值。你讀好書，學識一門手藝，幫到人解決問題，呢個都係創造價值。但係賭場呢？賭場本身由頭到尾嘅事情，冇創造過任何一絲一毫嘅實質價值。你贏嘅嗰筆錢係邊個輸俾你㗎？梗係其他賭客嘅荷包。
鬥場做嘅嘢情，淨係將財富從大多數人嘅口袋度一啲一啲咁匯聚到極少數贏家、莊家同埋政府個庫房入面。呢個過程事情冇生產過一粒米、一件貨、一份服務，純粹係財富喺唔同人手上面轉嚟轉去，大部分人輸，極少數人贏。你哋去澳門事情，見到嗰啲燈火有幾光猛、幾璀璨奪目，你話靚唔靚？靚，但你哋有冇諗過呢啲燈火背後其實隱藏住幾多社會代價事情？幾多個家庭因為呢啲燈火而妻離子散？幾多個後生仔本來前途無限，因為沉迷的博而斷送咗成世事情？幾多老人家將棺材本書個清光、晚年昏涼呢啲代價冇寫喺霓虹燈上面，但佢係實實在在發生緊喺你我身邊事情。我開咗一世人奏場呢一行嘅生態，我睇得比邊個都清楚。我見證過無數人一夜之間起高樓，亦都見證過同樣多嘅人嘅事情轉眼之間樓塌咗。有幾多人一開始入嚟嗰陣，心入面諗住嘅係搏一搏，美子變金省，結果搏到最後個貪字事情搏出咗個貧字。你話呢個係咪諗似？本來想發達，結果傾家撈產。人生條路好長，前面等緊你嘅誘惑多不勝數情。如果你將博彩呢樣嘢當成一份職業，當成你人生嘅主要收入來源，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你行嘅第一步已經行錯咗事情。點解我咁肯定？因為你嘅對手唔係坐喺你對面嗰個荷官，亦唔係坐喺你隔籬嘅賭客。你真正嘅對手事情係一個唔使食飯、唔使瞓覺，永遠唔會攰，永遠唔會有情緒波動嘅數學模型。呢個模型冇喜怒哀樂，唔會因為贏你錢而開心嘅事情，亦唔會因為輸你錢而失落。佢嘅本金幾乎係無限大，大到你窮盡一生嘅財富都追唔上佢嘅零頭。你話同呢啲嘢對東嘅事情，你哋覺得自己有幾大把握？我做生意咁多年，睇透晒人性入面嗰種求財若渴嘅心態，但我更加想話俾後生仔聽嘅事情，人生真正嘅財富唔係喺低桌上面碰彩碰翻嚟，係喺你日復日、年復年嘅努力同累積入面，一散一瓦咁砌翻嚟。呢個過程事情可能慢，可能悶，冇鍍桌上面嗰種一鋪起一鋪清袋嘅刺激感，但呢條路先至係真正屬於你可以掌握喺自己手度嘅路事情。聽完我呢個老骨頭講咗咁多心底話，我希望你哋下次行過嗰啲燈紅酒綠嘅地方嗰陣，心境可以平和啲、淡定啲情。記住我今日講嘅嘢，低場大門永遠都會為你哋而開，但你哋心入面嗰道門一定要鎖得實實在在。人生最好嘅一場對凍事情就係不到。如果你哋覺得我今日呢番話對你哋自己或者對身邊嘅朋友有啲少少幫助，記得咧訂閱同分享出去，等多啲人可以睇到、諗清楚呢個道理。我哋下次再飲茶傾偈。